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。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。今天龙湖集团公布了2025年年度业绩，它这个业绩表面上看还是可以的，但实际上扒开来看，问题很严重。怎么个严重？龙湖上市以来，首现核心业务亏损17亿元。2025年，龙湖实现营业收入973亿元，同比下降24%，实现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10.2亿元。剔除投资物业及其他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变动影响后，公司拥有人应占核心亏损7亿，这也是龙湖上市以来首次亏损。分析原因是受地产市场量价持续下行影响。公司利润低点集中在2025年至2026年，连龙湖这样的企业也扛不住了，首现亏损。实际上大家就知道，房地产市场冷暖就已经很明显了，根本没有什么回暖，一直在下行，下行到连龙湖都扛不住了。马上滨江这个央企，什么华润、保利、中海都纷纷扛不住，这个就像瘟疫一样在蔓延，对吧？现在已经蔓延到龙湖了，所以说房地产的形势不容乐观。我们看这些房企就知道了，你看它的财报。还有一个就是万物云，万科旗下物业龙头万物云交出2025年业绩答卷，营业收入同比微增 2.7%， 净利润大幅下滑 38%， 仅 7.72 亿元。万物云受与万科之间应收款危机与关联业务拖累。财报显示，2025年万物云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大幅增加 5.67 亿元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对万科及其关联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减值。截至2025年末，万物云对万科的关联应收账款仍达 20.6 亿元。万物云一个物业利润竟然下滑 40%， 真是对万科来说那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麻绳专挑细处断。在致股东书中，万物云董事长直言，当下房子不好卖，新交付小区可能有超过 30% 的房屋未售出。一般的万物云它负责的都是万科的物业，都是万科的开发的房子，也就是从万物云这个说法可以看出，万科新交付的小区里面有 30% 的房子卖不掉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你说万科能好得了吗？小阳春怎么万科的房子卖不掉？楼市火爆回暖，这个物业公司的董事长说，已售部分业主未入住的空置比例也不低。什么意思啊？房屋饱和，这房子卖出去没人住，那房子卖出去了，业主他不住，那都是投资用的。你想，如果刚需房买了，他可能不住吗？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万物云的财报就知道万科是什么个情况。你知道万科什么情况，你其他的小区能好得了吗？万科在开发的这个房子总体上而言还是算不错的。连万科的这种情况，一 30% 的房子卖不掉，空的；二还有很多是投资房，买了没人住，不住他当然不交物业费，所以缴费负担进一步加重。为减少应收账款，公司不得不参与房企以房抵债安排，但抵债资产往往又面临减值风险。什么意思啊？万科欠万物云的钱，万科没钱给呢，只好把房子给万物云。万物云拿了房子这个干啥呢？卖不掉，拿在手上就不停的贬值。你看看一个万物云的财报，你能仔细读，你就读出这种2025年整个楼市的辛酸苦辣全在里面。房子空置卖不掉，卖掉的房子空的，他也不出租，他也不住。你说有多少这样的房子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楼市回暖还去化，怎么去化呀？大量的人买了房子的放在那儿，都是投资的，他不住。我想估计租也租不掉，如果能租掉，他肯定出租，也租不掉。现在的新房子，库存的房子够卖3年的，要36个月的去化。36个月，你一套房子不要建，新房子就卖这些已经建好的房子，你要卖36个月才卖得掉。但问题是现在你看那么多房子是空着的，人家买了房子也是空的，那谁会去买？买完之后自己空着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小阳春全部是那种刚需房，老破小是成交主力。所以从万物云的财报我们就看出楼市一个现状，不能用惨来形容，就是说这个是问题很难解决。我们假设一下，万科呢 30% 卖不掉的房子，有人买走了，买走干啥？那还不是跟现在买的人一样空在那儿吗？
住谁住，房子严重过剩，所以还有很多人想炒房，想房子再涨价再翻一倍，想暴富，都是做梦。所以这里就要说一说上海的楼市小阳春。现在全国的楼市小阳春生意已经没有了，只剩下上海，北京还勉强算上，也就是小阳春就是上海的独角戏。但是叫孤掌难鸣，上海可以说是一枝独秀。为什么？这个周末周六好像是1500多套，周日是1400多套。那现在我看了一下，但是数据准不准咱不知道。截止到29号结束，现在还有30号、31号这2天，数据还没出来。截止到29号结束，这个3月上海二手房成交累计29175套，快跟去年持平了。那还有2天，这2天估计得差不多小2000套。那也就是说，今年上海3月份二手房成交应该3.1万套，比去年多。但是有什么意义？这叫一枝独秀，一马当先。上海一家，其他地方没有声音了，吹都吹不起来，吹就是尬吹。但是上海你要仔细看它数据，70%以上是300万以下的，就是400万以下，老破小。这就是我说的刚的不能再刚的，这些人等不及了，孩子要上学，他不去买，他咬咬牙是吧？那就是再跌，他也能忍，跑去买。所以这个小阳春可以说是昙花一现，反正除了上海之外的其他地方已经扛不住了，这小阳春已经退潮了，不聊了，只有上海还扛住。但是马上进入4月份，上海恐怕就是直线下降。所以说，所谓的楼市小阳春，二手房暴涨，那是上海一个地方一场只属于少数人的回暖。所以说，这个楼市的热度仅限于上海的老破小，仅限于上海的这些刚的不能再刚的这些刚需。短短1个月，楼市直接起飞，二手房成交有望达到3.1万套，网签系统多次被挤到崩溃的边缘。这种场面好像很久没有出现。当然了，上海这个行情核心引爆点就是沪七条落地满月，这个不能瞎说，因为沪七条毕竟让很多这个人买上海房子门槛降低了，所以说就有很多韭菜够得上了，要割晚长他没有资格买，这就是根本原因。但是这种收割是吧，那就意味着你后面没得割了，你要么你就再低一点，一次割完了嘛，你不能天天割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够得上的该买的这一把就买了。所以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，这波上海的行情不是漫天涨价的疯牛，而是刚需撑起大半壁江山。300万以内的小户型占比超70%，刚改置换的链条彻底被打通。当然这不是普涨，是彻头彻尾的结构性回暖，千万不要被表面热闹迷惑。这次小阳春有3个最鲜明的特点，第一个是一线强于2、3线，二手强于新房，这个不用说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上海、北京是绝对的核心，而且实际上就是上海，这北京实际上逊色多了。那只有什么强2线城市跟着回暖，那时间更短，昙花一现，现在已经不提了，不聊了。那3、4线城市根本就没动，小阳春3、4线城市是完美错过，根本没人问，也没人聊，媒体也不报道。第二个特点就是刚需主导，改善跟进，好卖的都是低总价、地铁口、成熟板块的房子，市区大户型只是温和回暖，远郊的大盘、画饼的板块依旧无人问津。这个咱们都知道，这就是学区房，孩子要上学，那只能在市里面，市里面都是老破小，新楼盘要么死贵你也买不起，要么就是少。所以说郊区的那些房子你卖的再便宜还是没人买，新房也没人买。第3个特征是量在价先，企稳，价格不涨，也就是成交量是有了，但是房价是在叫温和下跌，也就是二手房是以价换量。所以说除了上海之外，全国的其他地方楼市小阳春已经结束了，那上海有可能还能延续1个星期，或者顶多2个星期吧，到4月中旬，其他地方提前结束。楼市小阳春呢基本进入尾声阶段，想卖房呢，如果没赶上这一波，那不好意思，那恐怕又得降价了，又得往后排，看看明年3、4月份有没有小阳春。深圳贝壳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，二手房成交周期越来越长，从2024年初的200天左右，你一套房子挂出去到最后卖掉，你真心想卖，房子挂出去到卖掉要200天，这是2024年。现在2026年3月份，现在的数据是230天，这个数字变长了，说明房子越来越难卖。所以小阳春就是这种成色，
房子越来越难卖啊！不光是咱们内地的楼市小阳春结束，连香港火了半年的香港楼市现在也在遇冷，这个势头戛然而止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瑞银最新给了一个报告，说受到中东战事影响，香港楼市复苏情况放缓。你看看什么叫可持续性？我在去年香港楼市企稳，我就说了，看它能持续多长时间。瑞银已经得出结论，香港楼市复苏已经放缓了，年内房价升幅或只有 5%。 我记得前一阵子什么好几个摩根大通，还有什么高盛的吧，还有摩根士丹利，说这个香港楼市要涨 10%、20%都有。但是你看瑞银说了，说今年他调低了这个香港楼市的升幅，只有 5%。 瑞银新发表的报告指出，在利率前景不明情况下，预计潜在买家会采取观望策略。瑞银认为，原油运输在受阻5周的情况下，年底油价会回落至每桶80美元。美联储年内将减息 0.5%， 则香港房价今年升幅可达原来预测的上限，升 10%。 但若原油运输受阻2个月，料年内平均油价每桶达100美元，美联储将不会减息，香港房价只有 5% 的升幅，是原则预测的下限。假如美联储加息，香港房价会逆转回落，也就是现在是预测是美联储不降息也不加息，那么香港房价还能升 5%。 如果美联储转而加息，那香港的房价还要下跌。我觉得瑞银这个分析应该是有一点道理，但是我觉得不是全部。香港楼市上涨，我个人认为是跟内地投资客有密切关系。前一阵子不有报道吗？香港这个楼市2%到30%是吧？是内地投资客买了，推动了房价上涨。而这个内地的投资客从哪儿来的呢？实际上就这么几个渠道，一个是香港什么高才计划，就是人才弄个香港身份、香港户口，你得投资啊，买房，这是一方面。最主要我觉得是有大量的内地的公司跑到港股上市，就过去这几年，大家可以数一数，每一家你都要在香港租个办公室，这必须的。你在那上市，你不租个办公室吗？你总得好几个员工，多了不说，是3、5个是要的，3个至少，一个负责人，2个办事的。这些员工在那儿既要租办公室，又要租房住，甚至还有老板赚钱了还在那买房。你想，如果是1家2家无所谓，这几百家上市公司啊，香港就那么大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。但是这些啊都到头了。第三个就是纯粹的投资客，内地有很多有钱的富豪，你比如说什么詹勇，就是像京东这些，他都跑到香港去买房买豪宅，这是纯粹的投资的这些人。所以说这3股力量让香港的楼市出现了一定的反弹，而且弹了半年。但是这个3股力量它不是源源不断的吗？它不就结束了吗？没了吗？内地的富豪该买的买了，你看现在再去香港上市也不那么容易了。香港那边已经加大这叫核准力度。如果香港的楼市停止上升，不涨了，那它涨对内地它的正面影响不是太大，但是它一跌或者它不涨，那对内地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，因为它的天花板就在那儿盖住了。连香港楼市都不涨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涨呢？你往哪儿涨？所以说它不涨对内地的负面影响那是非常大的，但是它涨，它对内地的正面影响其实没那么大。这个希望大家能理解。官网的一篇报道，叫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报道，前一阵子不有人在网上炒作吗？买老破小投资，有人专门买老破小投资，这个咱们节目也介绍过，这里面有坑。但是这个官网啊，它今天又一篇报道，叫买8套老破小有坑。中国新闻周刊，我们看他怎么说的，大家要借鉴。最近一位成都博主园子抄底8套老破小的经历，在房产圈引起热议。在多数人购房处于谨慎的当下，园子逆势出手，显得异常激进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，2025年1月决定买房后，他发动了成都2环内几乎所有的主流房产中介，将目标锁定在总价40万至50万元的小户型。1个月内，他看了近20套房源，迅速敲定6套，甚至有一个房子连看都没看，我就直接买了。截至2020年1月，他一共入手了8套成都的房子。实际上，早在10多年前，中国就有投资者集中购买老破小的热潮，大家预判房价会持续上涨，低价购买房龄在10年以上。
位于城市核心地段的小户型住房坐等升值，然后转手获利。当下，在部分一线及省会城市，老破小再度受到关注，但逻辑明显不同，驱动因素更多转向了租金回报。这文章说，租金可抵月供。吸引园子集中购买老破小的主要原因是在2025年初，成都房价低位时入手，能通过出租获得稳定收益。有中介向他提到，租金可以抵月供，还可以赚钱。这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，这么好的房子，中介为什么不自己买？就你买了之后，你把它租出去，每个月租金正好抵那个按揭贷款，你就不用再掏钱了，你就掏一笔首付就行了。40万的房子首付才7、8万，你8万块钱买套房，搁在那儿你就不用管了，它自动收支能平衡。那这么好的事，那中介为什么不自己拿着？为什么把这么好的事情让给别人？中介是不能买是吧？是没有购房资格吗？所以说大家要遇到这种事情也动脑筋想一想。在他之前，2024年已经有温州炒盘团在成都批量购房。园子对媒体提到，他的8套房子每个月需要还银行贷款大约1.4万元，但收到的租金大约有2.1万元，不仅能覆盖银行贷款利率，还能带来近10%的复利收益率。园子的做法并不是个例，在郑州、重庆等城市也出现一些投资者通过购买低价老破小实现以租养贷。今年2月，自媒体郑州楼市提到，一位郑州博主在金水区、郑东新区筛选出一些位置极佳、业主急售的小户型房源，通过砍价压低价格，全款买下，再花2万至3万元装修后出租。一套总价约在50万元的一居室，月租金可达2300元，租售比约 5.5%。近期上海楼市出现回暖迹象，3月7日，上海二手房单日晚签1324套，时隔315天后再次突破1300套。在上海从业10余年的链家房产经纪人高玉照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，在这一轮市场回升中，上海也有部分个人投资者在抄底老破小。现在一些人的抄底更像是一种理财方式。高玉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，背后的原因在于利率持续下行，存款收益走低。在上海，一些老破小的回报率超过 3%， 比银行存款及一些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更高。租售比是衡量房地产市场状况的一个常用指标。简单来说，是一套房靠出租能带来多少回报。通常以年租金除以购房总价计算，在国际上合理的租售比一般在1:200到1:300之间，即200到300个月回收购房成本，对应的年化租金收益率为 4% 到 6%。 近期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基于公开数据梳理了成都、重庆、武汉、南京、深圳、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城市老破小二手房租售比个案情况。结果显示，多数城市已超过 2%， 其中成都最高达到 3.8%， 重庆为 3.2%， 上海约为 2.45%。 严跃进认为，整体来看，这些城市租售比已经跑赢存款利率，也逐渐接近房贷利率。他梳理的几大城市平均租售比为 2.67%， 明显高于 1.9% 的5年期存款利息， 1.8% 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，以及 2% 的3年期大额承担利率。同时与 3.06% 的房贷利率相比，也已基本持平。这意味着在按揭贷款情况下，租金收入已基本能够覆盖月供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机会并不普遍。尽管有多个个案出现，但业内普遍认为这种投资模式并没有普遍性。以园子的经历为例，它的收益是建立在对房源严格筛选之上。这个就像古董行业里面的捡漏一样，有的业主他的房子急如出手，因为他急着要用钱，明天就要，那本来房子总价就不高，50万，这时候你砍他一刀，他明天就要钱，那你就砍到45万。他都是这种人家急着要出手的，他卡一刀，这叫捡漏。但是这种房子能有多少呢？多少人说等着明天就要钱，不卖就不行的呢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，自己系统梳理了各个板块，实地考察后仔细算账，
只考虑买2环内的40-50万元的小房子，月租金在1500到2000元，租售比才可以达到 4.5% 乃至 5%。因此，这些房源条件比较苛刻，总价足够低，装修投入少，能快速租出去，并且未来仍具一定的流动性。原子提到，他最初买的6套房子，每套总价30万到40万，首付5万到8万就能拿下，再加上他们都带租约，我没投入装修成本，相当于只付了首付、税费和中介费就拿下了，总共花了50-60万。在高玉照看来，在上海这类二手房并不普遍，租售比能达到 3% 以上，能对标理财收益的房源，多是一些业主急售个案，买家也主要是手头有闲钱且5到10年内不急于变现的人群。据他观察，从近期上海二手房成交看，300万元以下房源老破小占不少，但投资客并不多，主要还是自住需求，也有一部分被政府收购用于保障房。一位资深房产经纪人补充道，成都个案的抄底行为背后还有一个逻辑，在于对于旧改的预期。原子也提到，未来随着城市更新推进，他购房的地段也有遇到拆迁的可能性。我们相当于用了一个非常低的单价和投入去买一个成都的未来。多位业内人士提醒，与收益相比，老破小的风险不容忽视。高日照提到，老破小普遍面临房龄老化带来的维修问题，比如管道、基础设施，后续维护成本高，而且租赁这类房源的租客流动性强，每年都可能会有空置期，中介费支出都会影响收益。更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房价走势。他提到，如果全款买入还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财方式，但如果加大杠杆入场，房价继续下行，亏损会被放大，而且老破小房子出手难度大，未来转手变现的难度也较高。这个纯粹是叫静态计算。他没想到明年你这房子不一定能租得出去，即便能租出去，租金难道不变吗？很有可能还要下滑。就你现在算的满打满算 4% 的收益率，明年租金万一一降，你还有多少的收益率呢？满打满算你12个月都租出去，实际上你一年可能租11个月，这就不算里面跑冒滴漏。如果你是靠首付然后贷款买这房子，用这个租金还按揭贷款，那么这叫赌博了。你现在算的满打满算的租金正好可以还按揭，那等到明年你的租金可能就还不了按揭了，因为按揭贷款的数是死的，租金是弹性的，而且照目前经济形势，你那个房子一年的收入是逐年下降，不可能逐年上涨。你逐年下降，那现在它只有一种可能，就赌经济好。牛马收入在增长，牛马的收入一增长，牛马能找到工作，那么牛马它就能付得起这个，而且租金还可以涨，那就是赌经济。经济不好，租金收入下降，覆盖不了按揭贷款。如果8套房，那到时候资金链断裂，有他哭的时候，那时候要卖卖不掉，卖对吧？这首付跌没了。我在上一次节目中我已经分析过了，像这种人，他大部分是做自媒体的，他本身就搞流量的。你看他一搞8套房，其实没花多少钱，他流量有了，媒体报道，天天在聊这事情，他在天天拍一拍投资的日常，是吧？他的8套房子，今天去修马桶，明天去换电灯泡，后天去带客户看房，这不天天有事干吗？所以他的主营业务不是买房、投资房子出租赚钱，他的主营业务是自媒体，搞流量是他的核心竞争力。所以如果你要学他，你一定要搞清楚人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啥，人家靠什么赚钱。如果你也跟他学，你是买个房子投资出租这样来赚钱，那你恐怕就上当了。就像那些什么网红超市，你没整明白网红超市的路数，人家核心竞争力是啥，你然后跟人家去爆改去学，改完之后还不是赔钱吗？黄得更快，死得更快。本来不改还能苟延残喘几年或者几个月，这一改花了钱，完了之后业绩更差。你没搞清楚人家核心竞争力是啥，你就跑去学。人家核心竞争力是搞流量，每天都要上热搜，坚持上，没有话题也搞个话题上。你这个什么用户，你在超市你有这个水平吗？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上热搜的能力没有，所以你跟人家瞎学什么？就我一直说的，就像买房一样，有人2021年买的房那就惨破产，但是有人2021年买房没事，你要跟他学那你就惨，人家扛得住，
人家摔一跤没问题，爬起来拍一拍灰尘，照样上路。你这摔一跤你就起不来了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说因为一套房子，我那40岁的朋友40岁中年返贫，你说多惨吧？老詹今年40岁，深圳生2代，人生前半场走得顺风顺水。怎么个顺风顺水？那绝对是令人羡慕。外企中层，月入5万，妻子全职太太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女儿在国际学校读小学，1年学费10万。其实这也不算贵，因为我记得2010年的前后，2010几年，那北京上个幼儿园那1年也得10万，所以说不贵。想就是烈火喷油的年代，他这是国际学校读小学，1年10万还可以。双语教学，琴棋书画样样不落，有房有车，周末爬爬山，节假日旅旅游，日子过得体面又从容，这是多少人羡慕的生活模板。对的，妥妥的中产，一个人1个月5万块，然后养活一个家，绰绰有余。悲剧来的就那么快。2021年，他做了一生中最昂贵的一个决定，女儿马上要升初中了，他想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路径，看来看去锁定了福田那所知名的公立实验学校。要进去得先有一张入场券，就是学区房。他咬咬牙把不洁的自住房卖掉，清空所有的积蓄，再背上500万房贷，置换了一套1200万的学区房。也就是说他出了700万，贷款500万，买了一套学区房。他不是没算过账，月供不到3万，他的公积金能覆盖一部分，剩下的不到2万。你看公积金能覆盖一大部分呢，这个待遇不错。剩下的不到2万，那他的工资5万，还掉2万，还有3万，3万他一家人生活也还可以。所以说以他的收入压力可控，孩子的前途值得迈出这一步。妻子也很支持，觉得这是为家庭未来做最优规划。命运从不会提前打招呼。2023年行业寒冬来得比预想中更猛烈，公司裁员，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毕业名单里，没有任何征兆，一个中产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被抽走了。这实际上是最脆弱的，根本经不起一个风浪。他开始投简历，3个月投出去上百份，石沉大海。偶尔有几个面试机会，要么薪资腰斩，从5万砍到2万，要么对方嫌他40岁，担心他干不动，也就是年纪大了。40岁，你说你在求职其实挺难的了，连面试机会都少。他第一次感受到年龄这道坎比任何技术壁垒都难以跨越。妻子是全职太太，多年没有工作，家庭收入瞬间归零，没有了收入就没有了任何来源，积蓄撑了不到1年就见底了。他不得不向父母开口借钱还贷，父母心疼他，把养老钱也拿了出来。那段时间他失眠焦虑，头发一把一把的掉，最怕的不是自己吃苦，是怕女儿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搬家。去年他终于咬牙把房子挂牌，同户型已经跌到了800万，其实跌的还不算多，1200万跌到800万，对吧？这5年时间他说跌的不算多的，有很多都是腰斩，卖直接亏掉400万，还没算这几年的还的利息，银行那边还欠着一笔债，不卖月供随时会压垮这个家，那他只有选择卖。一家3口搬回父母60平的老房子，女儿从国际学校转到了家门口的公立小学，妻子也开始四处找兼职。现在他一边跑网约车勉强度日，一边不停地刷新简历。深夜收车回家，女儿已经睡了，他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，消化掉一整天的疲惫。本来想给孩子更好的未来，结果连现在都输光了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他是个生2代，父母尚有一套老房子可以过渡，积蓄也能帮衬着拖一下底，但这改变不了他从中产跌落的现实。父母也可能有退休金，两人加在一起，反正管他们吃饭肯定够，再给这个儿子支援，最终还靠父母。一套房子把40岁的人生拦腰斩断，有些错成本太高，有些路容错率太低。人到中年才发现，所谓安稳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，而一次激进的决策足以让10几年的积累归零。
对吧？从中场到反平，一个错误就够了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